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上新的报告指出，全世界军事支出连续10年拢在增加。2023年有到美金2.4兆，其中是以欧洲、中东、亚洲3个所在增加上侪。也来前5名，第一是美国，再来是中国、洛西亚、印度甲沙特阿拉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上新报告，指出全球去年的军事支出总额增加6.8%，是对2009年以来上悬的年增幅度，反映出全球和平稳定的恶化。某些所在紧张情势有较好。There's really not a region in the world that things have gotten better in. And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context of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in Europe, Asia, we talked about the worsening tensions. There are multiple conflicts going on in Africa. This trend is likely to continue in the coming years. 就区域来看，欧洲、中东甲亚洲3个地区增幅上大，排名前5大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甲沙特阿拉伯。军事用费上悬的国家是美国，年增幅是2.3%，规模达到9160亿美金。俄罗斯增加24%，来到1090亿美金。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的军事支出增加51%，来到648亿美金，位居全球第8位。已经拍2年的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也让一堆欧洲国家的军费拢增加，其中一个以波兰增加幅度上大，一日起75%，来到316亿美金。中国是连续第29年增加军费开支，增幅达到6%，来到2960亿美金。这促使邻近国家伫军事方面投入更加侪资金，像是日本、台湾。日本去年伫军事方面投入的支出是502亿美金，台湾是166亿美金，军费拢成长11%。In Asia and Oceania, the region has really much been driven by ongo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Some often talk about worsen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Taiwan, China and Japan, of course. 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用费也大幅增加，第一大军费支出国沙特阿拉伯，增幅达到4.3%，达到大约750亿美金；第二大支出国以色列增加24%，达到275亿美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